分享书刊放起来咧，我係徐澤偉。我記得啊，細時節吼，我同學開學嘅時節，開學的時候啊，因為老師會發新書，我同學批個新書嘅味道，還有我以前讀書嘅時節，當我去書店看當到新書，不管係參考書，也係我自己愛看嘅書，我當想愛打開書來。當然啦，批到嘅面試哈，正經當好批之外，有當到書本嘅知識啊，還有一些我們想要了解的東西。書對你來說有什麼樣特殊的意義呢？當然，因為隨着社會的變遷，隨着時代的進步，3C 產品的出現，所以現在很多連鎖的書店呢，就慢慢的式微，可能生意也沒有那麼好，大家也不再進書店了。那是連鎖，但是獨立書店怎麼辦呢？古時候講近邊啊，人搶到一位，我每次都搶到幾人來當歡喜哦。人分享近邊泰來賓，台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的理事長，也是唐山書店的負責人，歡迎陳龍浩老師。太搞好，我係新竹關係客家人啊，當都特別做生意，遷就都冇國學化吼，我講講等下來吼，一直要摻插着桂林啊吼，這個請大家能夠原諒哈。今天能夠來客家電台復起來咧吼，那就當歡喜啊吼，比起那點子哈歡喜啊哈。分享陳老師哈，唔怕啦，我們就穿插着說，好嗎？客家發出來用品，有時候我們也要讓一些不是客家的朋友，慢慢的進入客家的世界嘛。好，出去人書店去哦。第一位先恭喜老師，先恭喜老師得到我們金鼎獎的今年2016金鼎獎特別貢獻獎，恭喜恭喜啊！謝謝，真的很不容易啦。他這個支持啊，真嘅。我先問老師一下哦，你書店幾多年嚟到了哈？乃至1982年開始到了哈，我唔敢算嘅，32年嚟啊，35年，算數當唔好。民國71年到現在，係啊，哦，71年到101年至30年啦，哇，而家105年，32年，35年，35年咧，今日知道很厲害哈，你有冇想到當時要來創立這個獨立的書店？好，實在講，也唔係講條去創立獨立書店啦，哈，是講加上都講吼，我開一家書店哈，我要把以前老嘅書店做得經營下去哈，一定要有一點特色嘛，個東西。一天只講咩好讀書啦，我是實在講，我是唔係講當好專拖人啦，哈，所以咧平常嘅時間咧只會拿書來看書啦，係啊。嗰陣時你就想講，咩冇特別想講我用辦行做自己嘅書店，就講開一間書店，反正我自己好讀書。實在講吼，係講吼冇講一個計劃也是假的啦，哈。但是呢講我最近講做得做幾久，實在講也冇把握啦。那時候很難說嘛，嗰兩時咧。實在講，該叫時間30多年前哦，做書哦比你要好做個青島啦，講清楚啦。一天那個一天，那時候沒有那麼多3C，那時候沒有這些數位的產品。對，再加上還加上什麼娛樂沒有那麼多，那時候還沒有什麼 KTV 啦、卡拉 OK、某岸多、天陽煙，太趕住看書。我讀書哦是買書聽啦，你要吸收知識哦，還可以上網找資料買東西哦。你前面哦，係啊，我講來他好奇嘅迄個書店哦，當到名，用不很多唐山。你看我以前唱歌嘅吼，嗰陣時民歌也盛行，我就會想到唐山子民啊，還有客家歌，唐山歌台灣，磨盤點錢，有冇有很多唐山咯？實在講，一啲客人吼，唔係講唐山嘅啊，一啲客人講長山嘅，長山嘅係長山，但唔啲嘢唔係講吼，好羅花。長沙吼，長沙長啊，一樣強度嘅嚇。長哦，你睇變到長啊哈，長山人，呢個長山人啊，台中人嘅長山人啊。但是呢，現在我想象誒，唐山啊哈，這些都給中每一隻地理名詞啊。中國的唐山是這個河北嘅哈，唐山地質。但是呢，你也講嘅唐山哈是。中國的南方哦，中國的南方，中國南方一個文化的概念，一個文化名詞。唔管你福建人啊、河洛人啊、客人啊、廣東人啊、西南人哈，到台灣哈，全部我都
唐山高台湾，唐山西南用的，按永平来也就上来哈。哎呀，所以一方面呢，刚好两岸啊完全没有通啊，一方面呢，自家就会一直都给广东版来的行业哈，所以是。现在用叫命的好基啊！一方面好基，一方面我们知道对你来讲有特别的意义啦，哈。唐山书店最安尼来哦，嗰兩時候托利書店，民國71年嗰兩時，我算一下，應該是戒嚴時期。哇，戒嚴時期要經營獨立書店，其實不是件簡單的事。其實講該只時間哈，書行啊好買啊。哦，為什麼呢？因為軍富哈，這個書進，那個書進哈。越近书越近哈，就大家就越好奇，越想买。演出还有像你老师说你不可以去那里哦，你就越想去，那里到底有什么？老师说你不可以看这本书，你就是越想要翻开来。还有啊，以前譬如讲啊，读书的时间去书店嘛，还看到个书哈。譬如说有特别用那个塑胶套包着的，我就越想要买，对，因为我想看看它里面到底写什么。哦，古时候讲。戒严時期，嗰陣時買嘅書。戒嚴時期當然啦，我算吼加青島嘅禁書啦。禁書大概有2種啦。譬如講，一種係吼，當然你講嘅黃色書較唔講啦，係講思想性嘅書啊，兩種啊。一種是乜嘢呢？係大陸嘅學者吼，無天天國民黨過來嘅。哦，比如說都沒都改寫，無天天過來。比如講魯迅啦。好，葉德榮哈，陳寅恪啊，歷史啊，陳寅恪，葉德榮呢就幾乎是去了，他沒有忠於國民黨哈，家書全部禁書，也一種啦哈，還有一種是係，跟共到左派啦，馬克思 M 書全都禁掉，大概這2類型的書會被禁，但是呢，因為幾十年來的這個戒嚴時期哈。你冇辦法擋不住人家想看這個東西，擋不住，真係擋不住。所以呢，家子青島你調音啦，調音呢，那個書係啊，一般呢都是那個貨車有沒有？是，都給賣用小發財車都給賣哈，青島都給以前呢沒有票，還有乜個雅詩地位度擺攤啦，係啊，我記得好高調錢啦，哈，呢度。我是懂感啦，哈，因為記得我衝嗰條茶海哈貨車來查氣的時候，其實是這回事。係啊，剛我是講家面哈，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啊，哈，所以哦，我大伯這輩冇修書咧啊，係啊，記得我聽起我來查書啊，真嘅哦，全部書這。當然啦，你這個上有對策，上有對策，上有那個政策，下有對策啦。那當然唔會全部拿出來哈，那是兩本不用那，買點這樣拿，哎呀，你都冇修是兩本不用修。這兩是不發錢嗎？冇發錢，就數沒數。沒數還是蠻文明的啊，警總幾乎可以講沒收打你本名。證明講拿這種幾多書啊？我講啊，你行年青講啊，我留嗰度。單子啊，全部拿來挑剔啦。哦，都唔得挑剔。咩？係啊，我哋一後悔啊，我哋一不一定還可以上網標售，真係標售那個禁書單。你阿講起來，雖然講哎少少講，不過這兩是多多少少會講啦。係啊，你看他穿制服警總上來，冇做制服哦。哦，便服。便服來哦。佢係你咪講你唔啲幾年下嘅喺證件來查下書。這就講當流行的話，是講你冇不會搶到警總的地下室。哦。地下室是。等於是要逼你要逼講個地下室青島跟乜個水情啊，乜個事，我們唔是虛構啦哈，真有人講哈，冇被搶到地下室。傳出來說係啦，高鐵的事情。你高鐵的事情哈，唔過也因為安陽縣龍本安啲唐山書店有一個很特別的歷史定位，超毛對 Andy 來講啦。我講定位啦，歷史經驗，好，經驗。佢等下再來看哈，Andy 書店，還有Andy嘅陳老師，還有乜個特別的經驗，讓大家分享。廣告等下再來。歡迎再來復起來，我係這位，今日當歡迎搶到台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理事長，也係唐山書店負責人陳龍浩陳老師。
我是通善书店的吼，青龙号啊哈，撑头架。老师刚才你讲的哈，讲到戒严时期嘛，书店的一些。我们现在谈起来是很好玩的事情啊，比如说啊，我禁书啦被查，你那时候有没有印象中，什么样的书籍禁书里面被查最多的？就应该说那个时候销售最好的禁书，销售最好的你有印象吗？是在讲吼，是在讲是哦，每讲那本书特别好卖啦，但是我动机的哦，刚好台湾史明的台湾人400年史哦，永远盗版。几个原版，其他都日本的，还没有突破这个障碍。搞一些，该本书哈卖很多，卖可能在我那里都哪个在店里卖掉上千本，2000本，都来着，嘿，你这种是懂一本卖多少钱？一本卖200元啊，200元哈，原来是该本是不一样，就是卖到千多本啊。嘿呀，当然啦，总的来讲。当然，我们在讲说啊，是禁书，也许是我们会觉得是前置思想，其实唔係啦。通常书店最重要係乜嘅書攏賣，如本太噶了解，不管是左派，不管是右派，不管是什么样的书，我觉得是让大家了解，去真正的深入各种不同的观点来吃豆海岸。我开书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准则哈，就是希望不管左派、右派或者是哪一种东西。都让大家能够看到，对啊，我总是相信呢，真理呢是越辩越明的，好，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还有古时候讲，跟大家讲係戒嚴時期嘛，那解嚴呢？解嚴之後，書店有特別改變乜嘅方式嚟經營嗎？現在講解嚴以後啊，哈，講真言之，唔會以為兩個緊張的狀態啊，哈，金總唔會來，係唔是數控的空隙啊，哈，啊，任何書都可以賣，是，但是呢，因為這樣啊，反而哈。買個書出嚟賣哦，他自家是幾個繼續買都得啦哈，反正沒有那種急迫感，說哎，咁夾買哈，都是買就買唔到嘅哈，咁我樣嘅哈，所以呢，解嚴呢對我們這種書店來講哈，也沒講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反而我覺得影響了你們書店的一些銷售的狀況，銷售的形式啦，應該講形式。蘇昌老師講呢，我唔是，我不用急着說，我趕快去買，因為我怕被沒收。都買到，嘿呀，等於是說人潮也分散了，好，然後我想整個店的牌面也換了嘛，應該唔是空來空去嘅，哎，幾多本就幾多本，係嘛？這樣是按樣型下來，夠按到年呢。你有沒有想到說，你當初經營這個唐山書店的動力在哪裡？實在講哦，我經營是其實應該這樣講啦，自家愛看書啦。哦，我講就不喜歡看書的人來經營書店哈。我相信呢，書店不會有一個不會有靈魂的哈，加靈魂所在啦哈。所以呢，該用實際講，還是希望講做的。帶動哈，大家看書的風氣。這邊安東年32年，你一定也看到了很多，就是大家看書的那個閱讀習慣的改變。當然，好，特別是數位時代來臨以後，真的，完全變態了。完全變態。然後我台灣寫哈，我做埋好看書呢，我寫我都關心人啊。但是關係它都3度啦，對呀，新埔呢比較接近新竹嘛，比較平原哈，他們升學率比關係好。我公司講啊，送過去新埔拓荒的，所以我初2呢是轉學到新埔中學啊，新埔中學高中哈，那嘟會我叔公啦，所以是就大家不卡。但是我都新埔去啊。完全冇朋友啊，初中嘅嚇冇朋友，我都解好行來行去哦，冇夾冇殺啦，因為我好冇朋友冇嘢參嗌嘛嗬。嘟嘟還是轉到行到一個書店嘅，行到一個書店咧看到有本書哦，我都家書店哦，從傳統嘅啦，賣教科書啦，賣文具啦，哎呦，自己排書廳啦，一排書廳啦。我你又看到20大戰密室啊，哎，誰來好看好詳細的東西？我買進去哦，看落去哦，哇，迷上了，喜歡上了看書哦。突然我有一種感覺，我冇朋友啊，冇關係啊，你係我替好朋友，所以我替好朋友，就是因為關係呢是可以。
好看书。给一句话改嘞，人家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定雅神通是书中一定都有好朋友，书中都有好朋友，哎呀，还是你就开始看哦，两本书开始好看书，哎，它变成看书，它变成爱很大的一个生活的习惯。哎哈，你算讲你看过几本书吗？哎。我头摆有眼睛看啦，到你要做书店吼，那有时间。系啊，冇刚刚好翻一翻目次啊，买东西哦，提供大概讲两本书大概看一看序，第两本书你学了门学而且哈，讲出来做会。嘿呐，给一天嘿哦。不过讲到银行，讲到做书店，我看人店好套书，当好开书店咯，我看人要蛮快。开书店实在讲吼，对。福卡人来讲，但是因为我报名是住台北的哈，实在讲福卡人大概也管不太到了啦哈。我要某人哎，福卡人很深的去谈这个事情，反而是跟同学啦，周遭同学讲，我开书店我用的，书店的名的啦，哈，买个书啦用的哈，好在哪里找地方开店的啦，哈，反而是跟同学商量啦，哎，都商量我开的哈，唔拿钱哈。像转移老妈妈讲，周转一下，周转一下。不过也影非常好，我想家人总是支持我卡多生意的，做嘛，只要不做坏事，我觉得家人还是很支持的。其实对长辈来说，老一辈的来说，开书店，至少它是一个事业啦，对，它是一个文化事业。好，我觉得那是一种维护文化跟很有气质的事业。对我来讲，就是对哈，做书买好事情，我兄弟也好。系啊，不过讲到这两事都俩哈，我家看到嘅书店伫台大附近嘛，知道吗？那个时候也开始慢慢，你也经历了学生运动。知道吗？记得那时候的野百合啦，野百合，对，去年的给太阳花，对，超，给你我想脱离书店，你就按贴片哈，你对学生的俩这些运动、学生运动的看法还蛮？那讲的倒是很好玩的事情。野百合差不多1礼拜呢，都给中正纪念堂静坐，那个1礼拜哈，完全没生意呢。冇人学呢，同学全部去做。大家提到好矮人哈，全部跑去搞学院了。家青的同学哈，比如讲，像你啊，桃园县长郑运鹏啦，还有干嘛林卓水啦，对，全部特别都来给人买书的呢。全部做的以后都冇人哦。一摆嘅太阳花咩重要，有人还冇开呢。做买呢，哪个员工啊讲，老板，我要去静坐，我去个立法院。结果呢，哪一个工读生哦，唔拉人啊，哪个干脆嘛，铁门拉下了，休假好了。所以讲，其实我觉得唐山呢成长哈，其实是承载着很多的特殊民的对我的支持。那有许多的要在路上哦，有时候碰到说一个朋友啊，你是唐山老板，哎呀，我以前在你这边买书哦，那去到讲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衣食父母，真的，让我能够撑到今天了，真的是大家的，他去搞一个帮忙啊。其实除了衣食父母，我想。加上书店内孕育了很多不同文化的精英出现，知道吗？你等于有特别容易当好的嘛，不管是政治人物啦，或是艺术家啦，像比如讲叫先生啦，李议员啦，那他是院士啊，你看太好些先生啦，还有像底下有讲搞城乡规划等，有2个下注酒搞修，他其实老板年纪差不多了大家变朋友了，懂机器人的了。像2位先生呢，我前某几就读到几哈。你们那个唐山绝对不能关哦，这样子。结果呢，奶茶变到讲，去到讲，哇，这个压力哈。而且我觉得开书店变经营，变成责任，是一个哎呀，有一点不会啦。其实我觉得看到陈先生呀、陈老师呀、笑容啊，就提供你还是很多的热情。你还知道跟马开重要了，徐新良重要了，就
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没因为安阳型啊，这样书店才有，因为你就是精神象征嘛。我觉得你的那个乐观也会感染到。就让力气哈，可以做书店哈。我应该是一生一辈子的志业哈，虽然做的没几好哈，但是一生一的志业哈，还可以动的一天哦，继续做了。真紧哈，还有动的一天继续做，你一生的志业哦，给大家来看一下陈先生对后背同山书店应该蛮规划的。广告转了，好好同陈先生聊一下。是不？陈老师哈，你看刚才讲到，譬如说学生运动啊，你对学生这些看法，当然你也孕育了一些很特别的，在文化上面也好，或是社会顶尖人物的精英呐哈。不过你下我转到一开始节目一开始我就讲到，你下很多的书店都实为嘛哈，譬如讲我以前啊都会去重庆南路，你看一条街都是书店，你下冇全部没哎哈，那纸媒也慢慢消失。以前譬如讲我去买报纸，我做在县东都哦。以前有《民生报》《大成报》什么报什么报，不过你还连报纸都懂事。这个纸媒的消失跟整个阅读习惯的改变，老师你有个看法吗？真紧讲哦，我也是对你来讲是实在是有一股的这个没落了哈。听了，因为没办法，你全部看进来啊。其实哈，人类啊哈，可以是阅读的膨胀哈，最早是什么呢？希腊人啊，把那个埃及哦，希腊的埃及是要对面的哈，地中海对面，然后埃及一个沙槽纸啊，那个东西哈，那么底下那个东西啊，引进去希腊以后哈，几头是抄在那个纸上面抄经，没抄经啦，抄给书写希腊，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亚里士多德啦、柏拉图啦，一下子会这么有名，是因为他的思想呢，刚好在那个时候呢被接受了，被看见了。后来呢，到后来就是大概就是500年前，对啊，德国人那个约翰古腾堡发明了印刷机以后，人类就是这样子看书了，资本阅读了。经过了500年，都是这样子，很稳定的资本阅读。没想到呢，到了这个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时候，突然呢，人类呢变成数位化了。但对我来讲是它给影响很大了。对传统的纸本书，根本没办法的运用特别是嘛，网络书店的出现，你看生意呢你还比讲很多书店去买书啊，几都难食呢，难食都会是不用用的，去上网买书啊，数字店嘛，给从博客来给资料库很大我买个书没有，所以呢，他就要其实上网去买书，对人家公司影响很大，所以我哋今年呢，我是想讲，我买书店冇咁简单到底书店乜样的变化，老实讲也很难去猜测很难说。所以呢，还是想讲，干脆呢，那书店呢就给它定格，前期冇按边来边去啦，还是花了一些时间呢，我们就书店大家成立了一个叫做台湾独立书店文化协会这希望讲你基本做书抽唔到钱呢，但是呢，做书的经验还是有啦，30年的经验还是有啦，就说可不可以利用我的经验呢？我们大家独立书店的长久的经验呢，大家众志成城有一口书店，你都得开课给他那个，甚至于我们那个开的课我们那个协会还开课，还有那个木作课木作课呢，搞你讲，你那个经营。想要再多几个书架，你也不用去找这个，对，我们自己来。你要再做3个书架，一般的工厂懒得给你做。对，这个讲这个机，想用的个呢这个标，对啊，这个用的书架你自己可以那个。哇！所以我们协会呢就做青斗事情啊，当全面的啦。当然这个协会也是我们没钱你协会哪有钱？幸好呢，文化部非常支持我们这个协会他给我们很大的资源。是，你要办那个活动啦，访
茶啦、放掉嘛个东西哦，指导文化部新疆钱哦，基本不愿意资源。很好，跟俺说龙洞多给上海开书店，那现在很多小朋友后生人青年创业。也有很多那种开独立书店，谢谢。等下子讲，现在讲是讲，本给也建议啊。其实政府也是这样，希望说青年能够回乡啦，因为乡村是有跟城乡发展还是有落差的，所以希望能够回乡。有的人也回乡去搞农业，也很好，好。那农委会大概要帮忙，农业部啊，永远要叫你做哪个东西，哈，那我们呢，就是说承接着。文化部的一个责任哈，永远要叫伊开书店，听好。为什么？那头先讲啊，台湾细些，我个新妇哦，个唔要个只书店嘛哈，那基本可能唔好看书啊。正经还什么叫书店嘛？还记得很多嘛个名？书店名记得，个头家爱，头家记得啊，头家很爱个。报名起来仲好嘅英文先生，算廿8塊啦，廿8塊哦。係啊，係啊，喺無啲書店做無唐山書店，真嘅。不錯，講後生嘢喺開書店，有乜問題做得嚟請文化協會，非常歡迎，文化協會哦，上網哈，我們有網絡，是，只要搜尋台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就做得。有網站，有網站。好。今日看到老師有帶了兩本書，我就想到過，唐山書店很特別的是，它裡面還有客家的這一塊哈。當然，還是現在講哈，一家書店嘛哈，你不能沒有利基啊。給當然，他只要你買樣，我買樣，他就同樣啊，成品買的，所以還是就買個東西呢，比如講。這個行業啦，哈，所以我就一直行業的專櫃啦，台灣研究的專櫃啦。他只要喜歡賣文學小說啊嘛，某要賣詩集啊，我有一個很大的詩的專櫃啦，係啊，啊，這個我是寫到講哦，講我最近我介紹一本哈，對，你了解客家書，我是寫到兩本書先好。好，老師兩本好，不要挑戰，不要挑戰。兩本書哈，係很多作者都湯淺泰啦，是當你行業啊，哈，佢沒有啲咁個人啊，加哦，你台灣還是中華民國還是聯合國的會員國先，然後其實我他都咪個特殊病呀哈，做嚟申請進入聯合國工作，你還冇呀，你還全部就太多個啦，所以這個湯教授呢，他是都聯合國工作，是。佢都聯合國做32年退休，但是一切對客家懂關注，非常深入的了解跟分析。其實寫了兩本哈，沒唐山出來啦，我譬如如果出版社出來啦，前沿客家啦，客家人呢，你講客家人的種眼辦下來哈，可以孕育出客家的特色、客家話、客家文化，差不多1000年。哇，差不多1000年的時間啦，哈。以前也唔算舊啊，唔算舊。廣東人啊、後龍人啊，哈，也是從北方下來的，是，都漢族啊，因為北方不能南方哈，喺百越族住的地方，嗰幾條漢人叫，喺廣東人哈，秦朝寫是漢，是，我所講兩本書啊，出槍兩本書，嘿，出槍送當本寫哈，你喺貼本帶有4個講的客家史哈，陳老師。特別介紹給大家，出咗兩本書，當好，希望他自己呢，出咗兩本書之後呢，啲啲客家人啊，嗬，其實啊，客家人懂勇猛啊，本來啊，嗬，語言學家是做中國的各種方言的研究一些，他認為說，你客人，你客家話老馬該發體。方言體群了，體群最接近的，你話河洛話呀、廣東話唔咩，最接近的法文、俄文，最接近的江西話。江西哦，所以那個時候哈，語言學家哈認為說，南邊贛南是漢人帶入手，贛北是江西人，對，把江西贛南的客家話，然後贛北江西話當作是同一種方言。叫按集圈呐，後台你行業按勇猛哈，全世界去那個去那個哈去發展，就底下它就是獨立成一個客家我們特有的客家特到客家特色那個東西。什麼？那本書今後，那其實懂後啦，入門的啦，入門。啊，不然看到1000年的行業咧按太發展哈，希望大家客家朋友呢。
做的就自家的痴心啦。还有更了解客家人，更了解客家自己到底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好，唔过讲我聊边来，呛老师讲一下，要拜升局，这个恭喜老师哈，金鼎奖的特别贡献奖，讲一下这个得奖的心得。实在讲，还是可以讲啊，暑假难做哈，还是花很多的时间在做，像来做文化界的义工啦。啊，就特别是就从这个下来，辛苦。冇啦，就去到人做咩同好啦，吼。啊，这个这戏啥本人看到讲，以后你就落火的吼，按好做啊，按好插啊，结果呢就前年了哈。特别师傅颁给我一个文化奖呀，我想啊，这个文化奖嘛当欢喜的，轻松啦吼。啊，冇想到讲吼，文化部呢竟然就本来一奖特别贡献奖，哎呦，那看到特别贡献奖是不是我就是要该退休？没有，是你才要刚开始，刚刚开始啦哈。来继续做义工啦，哈，所有的朋友讲对书有兴趣的，哈，希望可以书店的，哈，啊，对书店这个行业的未来会怎么走向？特别有热情的，随时欢迎哈来请来。好啊，好，你所以讲老师讲的哈，我相信同山书店，老师得奖刚开开始。希望你他在30年同山书店都外传，准备真点当什么意了，好吗？最后一句话，最后的还是要告诉大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们还要再学到陈老师的书中还有很多好朋友，沈梦陈老师啊，不要走开，我们好好运动一下哦。